戴进尧是高雄农家子弟，争取农民权益是一生奋斗的目标。1979年，美丽岛事件爆发，担任乡民代表的戴进尧，手提争取农民权益布条参加游行。现场有一个人自称是记者，讲要替伊翕相，佮留伊的联络方式，但是伊毋是写报道的记者。伊是咧搜证被告。后来国民政府逮捕游行的人士，戴进尧逃亡1个月了后，向掠着，判刑3年。伊互人掠去寿山南京埔，较无5名的牢房内底关要10个人，逐工干那一碗细碗饭甲盐水。伊口说讲南京埔是盐水大饭店。服刑期间，伊熟悉美丽岛杂志总编纪万生，提醒伊爱做组织，才会当互农民运动壮大。出狱了后，伊伫厝内底别人园举办农民教室，经历过5日抗农民运动，伊正式成立台湾农权总会。1989年，伫立法院第1届第6摆正业选举，当选农民团体立委。任期期间，伊收藏伊全台语的文件，任内积极推动老农津贴条例完成立法。过去伫狱中受刑的时阵，圣经“为义受迫害人有福乐”这段话是支持伊的信念，帮助伊度过了牢狱之苦。母语、农权、台湾国，是伊一生为台湾奉献的目标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